太快的吉娃娃了。原本非常卡哇伊的缪酱，只要有人做这个动作，没错，只要一有人跟他握手，缪酱就会立刻变脸。好笑的是，缪酱虽然会呲牙咧嘴，但还是会乖乖握手，只是每次握手让人不能理解的还有这只叫做元气丸的哈士奇。原本温和安静的元气丸，只要主人一摸它的头就主人说，虽然元气丸的表情看来非常狰狞，其实这是他开心的表情。不信，请看。ちなみに撫でるのをやめるとでも頭を撫でると只能说元气丸开心的表情也实在太怪了，难怪有网友说，如果不知道的人一摸它肯定被吓死。看着缪酱和元气丸，只能感叹，我真的猜不透你们啊。